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搁再过去一礼拜咯，时间实在过得真紧。咱伫这礼拜当中，现在搁得到上帝的看顾保守，到如今，咱身躯顶面、心灵顶面一切所需用的，上帝都按时来供给，咱感谢主。当时呢，咱也毋通袂记得我伫苦难当中的人，求主帮助咱为因祈祷，也尽可能咱心手中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咱也是伸手去帮助迄需要的人。求主甲因同在，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上帝，阮的天父啊，阮感谢你的恩典。这个世上，现在伫迄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阵，阮仍然活伫你的恩典内面，得到上帝你的供给，伫身躯到这个心灵顶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和保守。感谢你，上帝，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头前，毋但来孝顺主你的恩典，感谢你这丰富的恩典。阮会想到怀伫病痛当中、伫苦难当中的人，求主你来怜悯，试图在执政掌权的每一个国家的领袖，互因聪明智慧。通来怎样来照顾伊的百姓，来治理好这个病情。感谢你，阮盼望这个病情早日来恢复正常，互阮可能用正常的时间，甲各款的活动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也借着阮伫即帮伫疫情当中所体会到的人生在教训的时节，在功课的时节，互阮更较爱惜生命，也愿意来出力的来传扬福音，互更较侪人来归向主。阮知影这个主第二次降临的时间也愈来愈近了。阮求主你，互阮这个警醒的心来听候主的降临。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守。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如永远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如永远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咱这礼拜所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巴勒斯坦之约巴勒斯坦之约。巴勒斯坦伫倒落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所在也叫做应允队应允队神应允福音的。那么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巴勒斯坦之约。各位兄弟姊妹，伫咱当中可能有伫教会已经真侪年咯，听的道理也是真侪咯，也有参加各款的查经咯，讲到在圣经的一寡知识、一寡问题，可能有的人心中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产生一寡疑问、一寡问题。譬如，因为问题当中，有的就问：为什么神要竞选一个民族伫世界当中来竞选一个民族，要做神的选民呢？为什么？第二项，为什么要输托这个以色列人一队应允队应允的队，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应允队。为什么神将这队队要赏赐予因？一搭都有人咧徛咯，敢若神佫将这队队赏赐予因？毋对，产生有真侪问题。佫再来，既然神将这队队要赐予因，为什么几千年来直到今仔日2020年，到今仔日这队队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搬入去徛了，但是这个队上帝应允予因的队也无完全得到咧，也有部分的队也个别人占去。为什么到如今，反这个队也无完全得到手呢？过来呢？为什么以色列人分散伫世界逐个国家？有时会互人赶来赶去，有时搬来一搭，有时搬去迄搭，并且伫迄个所在互人看毋起，互人偏，
互人攻击，互人欺负，为什么会安尼呢？有遮问题为什么？兄弟姊妹，当咱你若是即几礼拜当中啊，你若有听到咱讲到圣经当中的几个约你就会较明白遮问题咱拢有讲到譬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咯这个西乃山之约咯，今仔日所讲的这个巴勒斯坦之约咯，以后也佫有两个约，以前也佫有两个约，所以遮约咱若家己集中起来思考咱就会对上帝伫这个世界的救恩的这个计划咱就会佫较清楚明白咯。所以可能有个人无听到顶摆所讲的，可能你佫有迄个 internet 迄个网上你会佫摕来参考也是有法人加少会敢明白。那么，什么叫做巴勒斯坦之约呢？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咧徛的这个所在，也佫参杂一家外邦人，一家当时徛伫迄搭的一家民族。那么，这个巴勒斯坦之约伫圣经内面记载伫旧约圣经的申命记，毋是生命记，是生命申命记29章第1节到29节，到30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段圣经就讲到这个巴勒斯坦之约那么这个巴勒斯坦之约叫摩西之约真大的关系，这个约也是交亚伯拉罕有真大的关系，也是这个亚伯拉之约上帝伫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内面应允他一块地对北到南，伫东伫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到这个大海的这边，这块地上帝伫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有应允互因的那么这个约里到底内容是咧讲什么？那么因着做什么，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呢？那么这个巴勒斯坦之约是以色列人要入去这个巴勒斯坦以前伫这个约旦河东这个所在叫做摩押之地，摩押这个所在因要听候要入去这个应允地以前上帝就叫做以色列人立定这个条约这个巴勒斯坦之约所以伫这个约内面是上帝应允因为要将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要赐予伊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么因应该着做什么代志，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才有可能完全的得到这个地，才有可能得到上帝大祝福互因呢。咱分几点来讲头一点呢，咱要来讲讲巴勒斯坦之约伊的背景是什么咱要知影这个设立这个约以前有这个背景到底伊发生什么？伊伫到上帝答应以色列人来订立这个条约呢？来头一点呢，就是顶摆伫这个上帝甲摩西订立这个西乃山之约这咧开始的时阵以色列人就破坏了。上帝呼召这个摩西去山顶，上帝要将伊律法向因讲甲因讲的时阵，等下跩百姓伫山骹等下真久
袂等咧咯。伊说无办，迄个摩西已经死咯，犯罪日咯，40日伫遐咯，无落来啊，可能死咯，啊无咱家己创咱的神咯，咱即阵啊无神啊，也无头，咱就家己创神咯，所以因就收集一寡金咯，来创一扇啥物啊？制造一扇叫做金牛犊，一只牛啊，一只牛啊，对这项代志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已经破坏了神甲因立约的这条规咯，所以以色列人犯了罪了，上帝真生气真艰苦心，同样摩西也是安尼真生气以后经过伫在以色列人摩西带以色列人经过伫这旷野内面这个漂游伫旷野漂游40日40年真长的时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因就40年后伊就来到这个约旦河边到这个巴勒斯坦的边界这个所在叫做摩押上帝就伫遐甲因立约。这个时候因也未入去应允地咧，也搁伫应允地的边界伫东边这个所在，因就上帝就重新交出人立了这个约立了这个约那么以前的迄个西奈山之约是神甲因讲要怎样来得到一块地如何伫这个应允地来生活，要来伫遮生活那么过来呢，就是这个时就准备要进入迦南的这新一代的人因为40年过去有的人因为无信心，常常对上帝发怨言因对上帝真无好无信心，搁埋怨上帝，非常无欢喜并且有犯了真侪这无应该有的代志那么这个新的一代唔但安尼讲因派头入去这个迦南地即派12个入去个10个，伊讲咱毋通入去因内面的人真大声，咱来去拍死只有2个约书亚叫迦勒因说上帝应允咱，要互咱入去，咱就勇敢的，咱会入去一定会拍赢因。但是因为无信心10个对2个无信心，因无信心所以因就遐大哭大发无要唔入去上帝非常的艰苦心真生气因为跩心真硬对上帝无信心那么所以这40年来因跩人对神的不忠不信伊都要引起上帝的生气犯了神的律法所以因跩人无法通入去。那么新一代的人呢？新一代的人可能一大半的人新的一代人因伫咧立约的时阵立西奈山之约的时阵跩有的人也紧咧有的人可能也阁未出世咧，所以当跩百姓人快死的死去了，跩新一代才要进入这个应允地以前上帝就甲因立定这个巴勒斯坦之约干来是呢因为这新的一代需要明白这个立约的上帝是啥要互因知影这个立约这个约的历史经过是怎样的因就来明白这位立约的上帝是这位怜悯的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互因知影这个神的百姓若守约叫蒙恩蒙福是有真大的关系，
所以就鼓励因哦，着守约，因着顺服神的话语，才有法人蒙福。那无呢，就得到上帝的咒诅灭绝。所以哦，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啊！过来呢神哦，伫这个摩押这个所在啊，未入去应允对以前伫摩押这个所在啊，甲以色列人吼，上帝甲以色列人啊立了这个约啊，这个约吼就是叫做巴勒斯坦之约，也是称呼叫做摩押之约。神吼要以色列人啊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因为神哦关心整个以色列百姓吼，要怎样来保存因，要怎样来保守呢？袂消灭，袂互外邦人吼改变过去。那么，佮刷落去呢？咱从对这个《申命记》第29章到30章啊，咱会通看到上帝啊，当伫以色列百姓吼，伫即款不信的即款的情形下面吼，神怎样来保全啊，来保存这个民族啊？这吼也是上帝伊看出上帝是一位信守伊的应允吼的证据啊！咱知神是信实的，神吼讲出来的话所应允的，神伊就照行。互咱看出咯，神是一个守约的，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啊。佮说落去吼，咱来讲到这个巴勒斯坦之约，伊的重点重要的是啥物啊？甲内容啊，这个约内面吼讲到啥物啊？来头一项，咱讲到这个约内面的重要的所在吼，就是这个约吼主要吼是要叫以色列人哈，和这个以色列人交这个应允对有这个关系。交这个对真大的关系啊，就是这个约巴勒斯坦约是交以色列人交这个对真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对呢，就是迦南对啊，就是因入去到这个迦南对了后啊，要怎样伫内面的生活啊，要怎样生活来得到神的欢喜。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约吼内面的内容是啥物啊？咧讲啥物啊？伫这个约吼是记载伫旧约摩西五经当中的落尾一本册，叫做《申命记》第29章到30章当中，内面吼有3个要点啊，3项内容啊。头一个呢，就是叫顺服耶和华神，今仔日甲因所立的这个约，叫顺服哈，叫听耶和华上帝，叫听从顺探伊的话，完全的来信靠伊，这是头一点啊。头一点就是要听神的话，要听上帝哈，要顺从伊哈。专心的来活靠伊。第二项呢，就是神立以色列这个百姓啊，做伊的选民啊，就是神的百姓，叫做伊的选民。那耶和华呢，要做这个选民以色列人的上帝，要做因的神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讲到以色列那是偏离上帝话语啊，去偏行无顺从神的话语啊，那去侍奉别个神啊，这个民族啊就会灭亡，要得到神的咒詛啊，神的咒詛这个 curse， 这是真严重的啊。所以头一点是讲到重点，第二讲到内容，第三点是讲到这个西乃山之约甲巴勒斯坦
甲这个阿伯的汉之约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三个约就是西乃山之约、巴勒斯坦之约、叫阿伯兰之约这三个约的关系是真密切的因为这个阿伯的汉之约是上帝保证因说，我要互恁一块应允地，对北是到倒落位置，南到倒落位置，东到倒落位置，西到倒落位置，将这块地要成事图现。所以这个阿伯的汉的约是保证以色列人对这块地有这个地产权咱是像有一张方的license 有这个 title， 咱 title， 因为这是神登印的，干那神有这个权因为上帝讲，这个天地是我所做的，一切的地是属于我的，我愿意要属托谁就要属托谁只有上帝有迄个完全的权柄，要属托以色列真做因的应允之地那么这个巴勒斯坦之约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因若要得到完全得到这块地我让完全的控制这块地必须得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就顺服这个上帝这个约，上帝的条规但是呢，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直到今仔日也无完全的得到这个应允地。为什么原因伊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以色列百姓无顺服神的话语，无顺服神约内面所讲的条件，叫顺服，唔通去敬拜别的神。佮说落去，就是以色列人若要拥有这个地产权就只有伫当这个规个国家来接受这耶稣基督来成做因的国度的神的时阵才真正有法通真正得到伊的全部。当因接纳耶稣基督来做因的王的时阵做因的救主的时阵这个地才完全的得到。那么根据什么呢？根据以色列人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伫约内面所讲的话。那么这个约内面讲到关于以色列人将来要发生的，还是这个历史上要发生的一个预言未发生时阵已经预言先讲了。这个巴勒斯坦之约内面的预言讲到什么？伊讲以色列人因为无顺服神无被神来管教所以因的分散提到了去全世界各国，因为无顺服，神要管教因，神要审判因，将伊分散伫各国，一直到有一日神会临面，神临到因的时阵，因就悔改了，因就等于完全悔改的时阵因才有法人越到因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所在。佮说落去，神将因分散伫这个万民之中这方面咱怎么讲也是神的审判，这方面也是神的恩典，要引带因我到神的身边亲像这个浪子回头安尼伊悔改了后所以说落去呢，就是讲到神要引带因有这个悔改的心，行悔改的路
神的报应对因的审判是要激发，要互因的内心去想啥物？为什么因无法通到一阵也无法通得到神的应允呢？是问题出伫倒落啊！互因是想因家己本身所犯的罪。过来呢，就是因要回想，要对念上帝怎样祝福因的话上帝怎样对因好。咱像这个顶摆，咱像这个龙子伊行毋着路，伊会回想到伊伫老爸的家中是怎样的蒙福即阵伫外面真凄惨无人食，佫无通徛真凄惨所以互伊回想有一个回头的机会，互伊醒悟起来。那么上帝因有一个悔改的心，因着真心真性的来归向上帝。那么神的怜悯呢？当因看到上帝看到因回转因的悔归上帝就回转伊的心。上帝本来是要刑罚因，要管教因的，但是看到因的悔改，上帝也是回转过来。要将因对万国当中甲你调来归回调接来归回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所在到迄个时阵主降临就是主降临的日子搁再来就是上帝要除去因心内的污秽暗淡。除去心内的暗淡，因着向神对背叛上帝，一直来到完全的信靠上帝要听从神的话来坚守上帝的诫命律法对安尼才有法人搁再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恩典当神伫因的心当中咧做工的时阵圣灵感动了因的心的时阵因回头来回转来归向神的时阵因迄个时阵的心旧心就变做肉心意思就是心软落来咯，无搁再转头壳，无搁再转心咯，完全来归向神咯。所以兄弟姊妹，虽然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怎样的严厉。那以色列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国，但是神的手还在掌管着，仍然掌管着因。以色列人要做为一个民族要做一个民族到如今伊无消灭。这个民族虽然分散，虽然互真侪国家想要甲因毁灭，但是怎样呢？因仍然存在，因无被毁灭，仍然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咱看伫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希特勒怎样来杀害犹太人600万人要甲因灭绝但是上帝仍然保守因，一直到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接受因诚做世界当中其中的一个国家，因就独立，伫这个日子独立咯。等于独立的时阵，四周围立刻就来攻破因，但是仍然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这个是一个奇迹伫世界当中是一个神力奇事所以因应该着感恩咱属神的人互咱一个思考互咱一个思想，咱伫属灵顶面到底要学习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
那么这属灵的教训，互咱看出来，神用伊的大能大力啊，来将这个以色列人对埃及的做奴才啊，受痛苦啊，受逼迫啊，要受埃及人的灭族啊，将大埔囡仔生出来啊，就是要甲伊击死，无要互伊生存，意思就是要灭族啊。但是上帝仍然保守这个国度，将这个婴仔啊，本来是要互人害死，但是得到保守啊，上帝后来拣选摩西啊，成做这个领袖啊，就带因啊，经过真侪苦难，最后带因啊离开了这个埃及啊，经过这个红海啊。虽然后壁有千军万马伫咧追杀因啊，但是上帝仍然保守因，所以当咱看出啦，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上帝。上帝也是一位怜悯的上帝啊！以色列人蒙保守，所以这是互咱这个警醒啊，甲这个感恩啊。咱做上帝的儿女，咱诚做一位基督徒。现在活伫这个世间啊，黑暗、罪恶，这个各款的灾难啊。临到的时阵，这个病情啊严重的时阵，人对生死毋知影是怎样是生是死，咱无法通把握咱的生活的前途真感觉真暗淡，但是咱毋能行，只为保护以色列人离开了这埃及黑暗的时代。上帝也是要保护，要带领咱离开了这个世界黑暗痛苦的时代。咱有上帝甲咱同在，咱也阁惊什么呢？有上帝这个大能力，有上帝的怜悯，有上帝的拯救，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就毋免惊了。过来。伫咱看以色列人历史顶面啊，因伫旷野内面啊，上帝甲讲，以色列40年伫这个旷野内面啊，伫咧流动啊，伫咧漂游啊，40年啊，以色列穿的衫裤无穿破，连骹顶所穿的鞋也无穿歹去，这是神力技术啊，并且因会食，因会啉，上帝就讲嘛呐。讲这个盐村盐村的鸟这个物互因保身躯，这40年之久啊，仍然得到上帝的供应甲保守啊！感谢神，神关心因属灵叫身躯顶面的需要。咱今仔日伫疫情厉害的时阵，可能有生活受到这个冲击了。发生问题了，但是耶稣伫马太福音甲咱讲，一些你看空中的飞鸟你看这个野地的花，暗年种年收，上帝仍然饲活因，何况恁呢？恁减袂比鸟只搁较贵重吗？你减袂比这个花，这个野地的花草搁较贵重吗？上帝会保守因，疏通遮水的供给因的需要。何况咱人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上帝做咱的后盾，做咱的帮衬，咱就毋免惊。还有一项就是因伫这个旷野内面拄着真侪敌人，要来拍因，要来灭因，但是一摆过一摆，上帝来帮衬因，来得胜。咱今仔日。活伫这个世界当中，魔鬼撒旦来攻击咱，要互咱失败，毋是靠着咱家己，乃是靠着上帝。神的话语甲讲毋是靠着车，毋是靠着马，乃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才有法通得胜。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今仔咱做一个结束这个结论就是。人要蒙神的恩典之道要怎样得到蒙神的福气的道理呢？真简单的，两字：顺服
就的确的蒙福。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得顺服神的话语，上帝福气就会临到的。所以伫申命记29章第9节安尼讲，所以恁要谨守遵行这个约内面所讲的话，好叫恁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会亨通，就是顺利。上帝要赐福啊！这上帝要赐福，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哈，咱愿意得到上帝的祝福。蒙福之道就是顺坦神的话语，遵行伫当中。咱适合用神的话语做咱的祝福。上帝啊，你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祝福的话语安尼讲：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互恁全然成圣，又搁愿恁的灵、甲魂、甲身躯得蒙保守，伫咱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节，完全无可指摘。愿上帝祝福伊的囝儿，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